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早晨，站在镜子前，突然发现脸色暗淡无光，皮肤像失去弹性的橡皮筋一样松弛下垂，用手轻轻一提，那些细纹、法令纹全都清晰可见。梳头的时候，头发一把一把地掉，排水孔里总是积住一团团的头发，眼皮沉重的像挂了铅块，双脚浮肿，连鞋子都觉得紧绷，整个人黏黏的，提不起劲，像被什么东西拖住了一样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，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你，这不只是老化那么简单，这是你的血管正在堵塞的警讯，这是你的血糖失控的前兆，这是你体内胶原蛋白正在快速流失的证据。如果你现在关掉这支影片，如果你觉得这些症状还好，可以忍受，那你可能会错过一个便宜简单，却能同时拯救你的皮肤、头发和血管的方法。我行医40年，见过太多病人，明明有机会恢复健康，却因为忽略了一个小细节，让自己的身体一步步走向衰败。他们总是说早知道就，但那时候已经太迟了。你知道吗？在你的厨房里就藏着一样东西，它可以改变你的外表，也可以改变你的内在健康，但是90%的台湾人都用错了它。他们每天煮它、吃它，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破坏它最珍贵的价值。如果你愿意花10分钟听我说完，我会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我用了35年，让我在78岁的今天，皮肤依然紧致，头发依然浓密的秘密。这个方法不需要昂贵的保养品，不需要复杂的疗程，只需要你每天早上一杯简单的东西。但如果你现在就离开，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，原来改变可以这么容易。还有机会，只要你知道怎么做。别忘了订阅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让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叫林少光，今年78岁，是一位退休的皮肤科医师。我在台中北区执业了40年，看过数不清的病人，处理过各式各样的皮肤问题，从青春痘、湿疹到老人斑、皱纹、掉发。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，都会惊讶地问：林医师，您真的78岁吗？看起来只有50多岁啊。我的皮肤确实比同龄人光滑，头发也还很浓密，几乎没有白发。这不是基因的关系，因为我父母在60岁的时候，头发就已经全白了，皮肤也布满皱纹。那我是怎么做到的？答案就藏在我每天早上的那一杯饮料里，一个我从35年前就开始使用的秘方。那是在我43岁的时候，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皮肤变得前躁、暗沉，头发也开始掉得比以前多。作为皮肤科医师，我当然知道很多医学美容的方法，但我更相信预防胜于治疗。我想找到一个从根本改善的方式，而不是只靠外在的保养品。那段时间，我注意到一个现象，很多来看诊的台湾病人，他们的问题不只是皮肤表面的，而是内在的压力大、血管循环不良、血糖控制不佳。这些问题会反映在皮肤上，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。我开始研究传统的台湾饮食，尤其是那些老一辈常用的食材，然后我发现了红豆还有一个简单但关键的搭配方式。我试了3个月，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更有光泽，头发掉得少了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就一直坚持每天喝。这就是为什么我78岁了，头发还是黑的，皮肤还是紧致的。现在我要把这个秘密告诉你，但在我告诉你正确的方法之前，我必须先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台湾有超过90%的人
都把红豆煮错了。你可能会想，煮红豆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加水煮熟吗？错了，大错特错。让我告诉你，大部分台湾人是怎么煮红豆的。他们把红豆和白米、糯米一起丢进锅里，加水，开大火，煮到红豆裂开，变成烂泥状。然后呢，他们把那些红色的汤水倒掉，只吃里面的豆子和饭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正在把红豆80%最珍贵的营养素全部倒进排水沟里。那些红色的水里面含有大量的花青素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可以保护你的血管，延缓皮肤老化。还有皂素，它就像是你血管的清洁剂，可以帮助清除血液里的废物和胆固醇。但当你用大火把红豆煮到破裂，外皮完全煮烂，这些珍贵的营养素就会流失。当你把红豆和米饭一起煮，淀粉会让你的消化变慢，肚子胀气。当你倒掉那些红色的汤水，你就等于把最有价值的东西扔掉了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水管，如果水管里积满了油脂、废物，水流就会变慢，甚至堵塞。你的血液也是一样，当你的血管堵塞，氧气和营养无法顺利送到皮肤、送到头皮，你的脸色就会变得暗沉，头发就会开始掉落。但如果你用对方法煮红豆，喝下那些红色的汤水，你的皮肤会变得光亮，肚子会变得轻松，血液会变得干净。这就是差别。一个小小的煮法改变，结果却是天差地别。你煮了30年的红豆，可能正在破坏它所有的好处。现在让我用科学的角度告诉你为什么红豆这么强大。首先，红豆的蛋白质含量是牛奶的6倍。很多人以为只有肉类和奶制品才能提供足够的蛋白质，但其实红豆就是非常好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。蛋白质是皮肤、头发、指甲的基础材料，没有足够的蛋白质，你的皮肤就会失去弹性，头发就会变得脆弱。第二，红豆的铁质含量比一般食物高出117倍。铁质负责把氧气运送到全身的细胞，包括你的皮肤、细胞和毛囊。如果你缺铁，你的脸色会变得蜡黄，头发会掉得特别快，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。第三，红豆的纤维含量是白米的6倍，纤维可以帮助你的肠道蠕动，把体内的毒素和废物排出去。很多人的皮肤问题其实是因为肠道不干净，毒素积在体内，反映到脸上就是痘痘、暗沉、色斑。第四，红豆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。花青素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，它可以中和自由基，保护你的细胞不被氧化破坏。自由基就像是你身体里的生锈剂，会让你的皮肤老化、血管硬化。花青素就像是防锈漆，可以保护你的身体不生锈。第五，红豆含有皂素，皂素的作用就像是清洗你血管的肥皂水，它可以帮助降低坏的胆固醇，清除血管壁上的沉积物，让你的血液流动更顺畅。当血液流动顺畅，你的皮肤就会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自然就会变得红润有光泽。第六，红豆富含钾，钾可以帮助你的身体排出多余的钠和水分，减少水肿。很多人早上起来脸浮肿、脚浮肿，就是因为体内的钠太多，水分滞留。钾还可以帮助降低血压，保护你的心血管健康。第七，红豆含有维生素 B1 和精氨酸，这2种营养素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让毛囊得到充足的营养，减少掉发，促进头发生长。所以你看，红豆不只是一种普通的豆子，它是一个营养宝库。关键在于你要用对方法，
才能把这些营养素完整的放出来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。现在让我告诉你正确的做法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但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。第一步，浸泡红豆。拿一杯红豆，大约150克，放进一个干净的容器里，加入足够的冷水，让水面高过红豆至少3公分，盖上盖子，放进冰箱浸泡10到12个小时。为什么要浸泡这么久？因为红豆的外皮含有一种叫做植酸的物质，它会阻碍你的身体吸收矿物质。浸泡可以让植酸释放到水里，然后你把浸泡的水倒掉，这样就能减少植酸的含量。第二步，准备煮红豆水。把浸泡好的红豆冲洗干净，放进1个生锅里，加入2公升的冷水，注意是冷水，不是热水。水和红豆的比例大约是1:20。第三步，慢火煮35到45分钟，盖上锅盖，开中小火，让水慢慢加热到沸腾。水滚了之后，转小火，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，继续煮35到45分钟。不要用大火，不要让红豆煮到破裂。你要的是让红豆的营养素慢慢释放到水里，但红豆本身还保持完整。第四步，保留红色的汤水。煮好之后，熄火，让红豆水稍微放凉，然后用滤网把红豆过滤出来。这些红色的汤水就是你要喝的红豆水，千万不要倒掉。这里面浓缩了红豆所有最珍贵的营养。那些煮过的红豆怎么办？你可以拿来做红豆汤、红豆饭，或是直接加一点点盐巴当点心吃，不要浪费。第五步，怎么喝？每天早上空腹喝250毫升，大约1杯的量，下午3、4点再喝250毫升，不要加糖。如果你觉得味道太淡，可以加1小点喜马拉雅山玫瑰盐，真的只要1小撮就好。就这样5个步骤，只要改变一个煮法，你就能解锁红豆全部的功效。你可能会想，这真的有用吗？让我告诉你3个真实的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杨明国先生，他今年62岁，住在台北北投区。杨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，生活作息很规律，但他有一个大问题，血糖控制不好。每次空腹测血糖，数值都在285到320之间，远远超过正常范围。他的糖化血色素也一直偏高，医生一直建议他要更严格控制饮食，但他已经吃得很清淡了，血糖还是降不下来。杨先生的太太在网络上看到红豆水的资讯，半信半疑地试了试。她每天早上帮杨先生准备1杯红豆水，下午再1杯。杨先生坚持喝了8个星期，8周后，他回诊所复检，空腹血糖降到了193，下降了32%，糖化血色素也明显改善，连他的医生都很惊讶，问他是不是改了什么药。杨先生说：“我只是每天喝红豆水而已。”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李淑珍女士，她今年70岁，住在台南东区。李女士年轻的时候很爱晒太阳，也没有防晒的观念。到了50多岁，她的脸上开始出现很多褐色的斑点，皮肤变得暗沉粗糙。她试过很多美白产品，但效果都不明显。后来她听我在社区健康讲座上提到红豆水，决定试试看。他不止每天喝红豆水，还用冷却后的红豆水来洗脸。3个月后，他脸上的斑点明显变淡了，大约减少了40%，皮肤变得比较光滑，也比较有光泽。他说：“我终于敢不化妆就出门了。”第3个故事是关于张浩妮小姐，她今年48岁，住在高雄凤山区。张小姐是一位国中老师，工作压力很大。最近几年，她发现自己的头发掉得很严重，每次洗头都会掉一大把。
头顶的头发变得稀疏，还有很多头皮屑，他很担心自己会秃头。我建议他每天喝红豆水，同时用红豆水按摩头皮。方法很简单，把冷却后的红豆水倒在头皮上，用指腹轻轻按摩5分钟，然后等10分钟再冲洗干净。他坚持了3个月，3个月后，他的掉发明显减少了，头发摸起来也变得比较粗壮，头皮屑也几乎完全消失了。他说：“我终于可以穿黑色衣服了，不用担心肩膀上都是头皮屑。”这3个故事都是我亲眼见证的真实案例，他们都是很普通的台湾人，就像你、像我一样，他们没有用昂贵的药物，没有做复杂的治疗，只是每天坚持喝1杯红豆水。结果呢，血糖改善了，皮肤变好了，头发变健康了，连医生都感到惊讶。这就是红豆水的力量。除了血糖、皮肤、头发，红豆水还有其他重要的功效。让我告诉你另外2个案例。第一个是陈凯明先生，77岁，住在新北市板桥区。陈先生有高血压的问题，血压长期维持在160到100之间。他每天都要吃降血压的药，但血压还是不太稳定。他开始每天喝红豆水之后，4个月内血压逐渐下降，现在稳定在135到85左右。他的医生调整了药物剂量，现在他吃的药比以前少了。为什么红豆水可以帮助降血压？因为红豆里的钾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钠，钠少了，血压自然就会下降。同时，红豆水还可以帮助血管保持弹性，让血液流动更顺畅。第二个是黄敏，华女士，82岁，住在桃园中坜。黄女士最大的困扰是脚水肿，每天下午她的脚踝和小腿都会肿起来，鞋子穿不下，走路也很吃力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要把脚垫高才能入睡。她开始喝红豆水之后，2个月内水肿的情况明显改善，现在她的脚踝几乎不会肿了，走路也比较轻松。她还说，睡眠品质也变好了，不会像以前一样半夜一直起来上厕所。红豆水的利尿作用非常温和，不像有些利尿剂会让你一直跑厕所，或是让你觉得虚弱无力。它是透过自然的方式帮助你的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毒素。当你的淋巴系统运作顺畅，当你体内的废物和毒素被清除出去，你整个人就会感觉轻松很多。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身体没有那么沉重，脸也没有那么浮肿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喝了红豆水之后，都说感觉整个人变轻盈了。如果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红豆水煮法，我还要告诉你3个进阶的组合配方。这些配方可以针对不同的健康需求，让红豆水的效果更加强大。第一个组合，红豆加南瓜。做法很简单，在煮红豆水的时候，加入大约100克的南瓜块，一起煮40分钟。南瓜富含贝塔、胡萝、柏素和维生素 A， 对眼睛健康非常好。如果你是长时间用电脑、用手机的人，或是你感觉眼睛容易疲劳、前色，这个组合特别适合你。南瓜还可以帮助滋润皮肤，减少皮肤前燥的问题。很多老年人的皮肤会变得很前、很痒，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喝红豆南瓜水，可以从内部补充水分和营养，让皮肤变得比较滋润。第二个组合，红豆加薏仁。薏仁也叫做薏苡仁，是一种很好的中药食材，它有很强的利湿作用，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湿气。很多台湾人因为气候潮湿，体内容易累积湿气，
表现出来就是身体沉重、关节酸痛、皮肤油腻、容易长痘痘。红豆加薏仁的组合可以加强排湿的效果。做法是1杯红豆搭配半杯薏仁，浸泡12小时后，加2公升水煮45分钟。这个组合对血管健康特别好，可以帮助降低胆固醇，预防动脉硬化。如果你有高血脂、高胆固醇的问题，这个组合很适合你。另外，薏仁对头皮健康也很有帮助，它可以减少头皮屑，减少头皮发炎。如果你有头皮屑的困扰，或是头皮容易痒、容易出油，试试看红豆薏仁水。第3个组合，红豆加生姜。这个组合特别适合体质偏寒的人。什么是体质偏寒？就是手脚容易冰冷、怕冷、容易拉肚子、胃肠不好的人。做法是在煮红豆水的时候，加入3到5片老姜，一起煮。生姜有温暖的性质，可以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温暖你的胃肠。很多女性朋友生理期的时候会肚子痛、腰酸，喝红豆姜水可以帮助缓解这些不适。这个组合也很适合在晚上喝，它可以帮助你放松，温暖你的身体，让你睡得更好。所以你看，红豆水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搭配方式。这就像是客制化的健康饮料，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状况来调整。你可以今天喝纯红豆水，明天喝红豆南瓜水，后天喝红豆薏仁水，让你的身体得到不同的营养，也不会感到无聊。在你开始喝红豆水之前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些重要的注意事项。第一，如果你有肾脏疾病，特别是肾功能不全或是正在洗肾，请不要喝红豆水，因为红豆的钾含量很高。肾脏功能不好的人无法有效排出钾，可能会导致高血钾，这是很危险的。第二，如果你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，要小心。虽然红豆本身含铁量很高，但如果浸泡的时间不够，里面残留的植酸会阻爱铁的吸收，所以一定要确实浸泡10到12小时，把浸泡的水倒掉。第三，如果你的肠胃功能比较弱，容易胀气、消化不良，刚开始喝红豆水的时候，量要少一点，先从每天100毫升开始，让身体慢慢适应，再逐渐增加到250毫升。关于剂量，我建议每天喝500到1000毫升就够了，不要觉得多喝就会更好，过量反而可能造成肠胃不适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不要连续喝超过12个星期。喝了10到12周之后，停1到2周，让身体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继续喝。如果你在喝红豆水的过程中出现肚子痛、异常疲倦、恶心想吐的症状，请立刻停止，去看医生。这可能表示你的身体不适合，或是有其他健康问题。任何天然的食疗方法都需要时间，不是喝1、2天就会看到效果。请给自己至少4到6周的时间，耐心的持续下去。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不是一次性的治疗。红豆，这个在台湾厨房里随处可见的小东西，其实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珍贵礼物。它可以帮助你改善血糖，
让你不再为数自烦恼，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光亮，淡化那些岁月留下的斑点，它可以让你的头发变得浓密健康。不再每天为掉发担心，它可以减少水肿，让你的身体变得轻盈。这一切都只需要你每天花10分钟准备，花5分钟喝下去，不需要昂贵的保养品，不需要复杂的疗程，不需要副作用满满的药物，只需要一杯简单的红豆水。我78岁了，我看过太多人把健康搞得很复杂，花很多钱，吃很多药，却忘记了最简单、最根本的方法。健康不需要昂贵，有时候它就从你的厨房开始。如果你觉得这些资讯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，分享给你在台湾的亲人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原来保养身体可以这么简单。谢谢你花时间听我说完这些，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能拥有健康快乐的每一天。